嘅面頭，小暖嘅日頭，因為嘅溫度嘟嘟好。愛嘅夢想，自在輕鬆，本來因為馬該就唔是錯，簡單最好，從今咪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靜角落。人生嘅風向，愛看無馬多，從情一盞生命巔峰，灑灑出招，來去天堂，都倆解救路徑一點輕鬆，山當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倆在猥瑣，輕人生一早細細嘅希望，愛航通。ความจริงเสกโชคอยากเห็นเธอบุญไงอีจันเต็มฟ้ากันโตอีเดียมคำสอน不管是什么比赛，我劝你这一次还是放弃。你真的很棒哎，做得很好哦。总统黑麦子，练习黑阿军，大家默契唔啦，大家会出事情啊。月月老师，你回来只会让很多人失望。为这场面为你们加油的朋友 ，I think I you。叫你们继续练还讲话？聊天啊！你还有你，平常练习的时候在干嘛？睡觉。最基本的动作做不会，办都会不会？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方老师在，你们才会；我在这里，你们就什么都不会。蓝龙。你很不耐烦是不是？尤其是你，每天吊儿郎当的，很强了是不是？不用练了是不是？不高兴啊？讲话啊！我再跟你们说一次，这个地方是练啦啦队的地方，不想练的人滚，不要在那边浪费我时间。先生，先生，治疗都整理好诶。嘿，还有其他事情吗？我案子说，我先转。嗯。错嘞。拜六，我聊咱拢约好爱看啦啦队 DVD， 先生爱看下看无？也伫诶。爱称赞嘞。糖糖。歹势啊，根本伊应该无应该案件嘛。比赛尾倒咧，全部迄
发生很多事情，平常的压力都太爱滴，大家不会了解啦。就算阿你太没做唔了案呢，俺迄个先生，俺用做咧老太后公案的方啊。先生，我想按多，拜六去老大家欢欢喜喜去看啊。是谁啊？俺姓郑的。还没有。哎，还没有。小雅嘞，她不是说要来吗？本来是约好了，可是从早上一直打电话给他都没人接。啊，小雅你知道睡过头了啦。好了，给你们干嘛？你看人家力道是不是很够？那女生好漂亮。装饰嘞！嚯，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是怎样啊？小雅动作是偷来的。小雅怎么说啊？他关机了。事情不能这样算了啦，一定要给小雅一个教训。我赞成。没想到啦啦队也有这种不择手段、只追求胜利的人。没那么严重吧？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的影片，又还没上场表演，而且小雅会这样做，出发点也是好意，是想帮大家解决问题啊。想帮也不是这样帮啊，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今天没看这影片，是不是到比赛现场才发现？那事情就更严重了。对不起，我在这里替小雅跟大家道歉。犯错的人是小雅，不是你，你道什么歉啊你？对啊，顿顿，不关你的事啊。那现在怎么办？恩你重想吗？这件事情该负责的人不是小雅，是我。
小雅动作是偷来的。没那么严重吧？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的影片，又还没上场表演。而且小雅会这样做，出发点也是好意，是想帮大家解决问题啊。如果我们今天没看这影片，是不是到比赛现场才发现？那事情就更严重了。那现在怎么办？跟你重讲吗？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猥琐輕盈線，一隻細細嘅希望。今吼老松摆本冬天复发好人卡强用啦，今仔心情吼相当唔好呢。唉，记了哈，有啲个老师行到大拉。哦，成功你会甘苦咯，小可在国模嘛，真给懂可恶诶，所以我们做事情很空虚嘞。唉，唔好做北京的啦，唔好本全国吼抓到把柄。哎呦，你那么安尼？徛，今日呛摸一下哦，练习个时节啦，佮对海家大发表很用诶，你就会看东挑夫，唔敢对人用诶，这来表大家。哎，你怎么那么爱记恨啊？事情都搞成很久嘞。哦，算了，那无啥要搁讲啊。唉，也迄个时间吼，还想出 ending 的动作吼较葱油啦吼。迄无迄种必须啊！我要伫请资料啦，你没看认真的啦吼。啊，错了，那个什么脚什么筋发炎有看好无？足底筋膜炎啦。哎呀，唔是笑啦，先生有讲啊，我脚吼冻起来就会好诶。我冻起来就做得人就跟他练习呗啦。好了，你去上网啦，我要查资料。哦，好了，先这样，好，拜。小雅，小雅，小雅，我今天有看到小雅可是我怎么叫她，她不回我。她会不会是没有听到你在叫她啊？不可能啊！我叫很大声而且她还有回头看我。唉，没胆承担自己做错的事情哦，就不要做嘛。做了又不出面，算什么？原来学校面对大家都不敢，好奇怪哦。他活该啦！小雅不可能永远都不用来学校吧？怎么都要在这边聊天嘞？
动起来，动起来！我们要开始练习了。我们从那个小雅嘞，绕跑了啦。好，没关系，先来吧。5、6、7、8，7、2、3、4、5、6、7、8。8、2、3、4、5、6、7、8、9，小心小心！喊出！你怎么没有放呢？没关系，先下来，先下来，先回来，先回来。人都不来是要练什么啦？先下来，先下来。好了，福豆，阿军没关系啊，我们从刚刚那个点再一次，好不好？来，我们大家再一次。5、6、7、8，7、2、3、4、5、6、7、8，8、2、3、4、5、6、7、8，9、2、3、4、5、6、7、8。怎么搞的？为什么两队的时间点都不一样呢？是有什么问题吗？开始学的拍子就是不一样的啊，这样组别这样子乱掉，大家本来就是会乱掉嘛。而且我们这组少一个人抛哎。所以是因为跟练习的时候人力不一样的关系吗？你有没有？老师啦。小二有没有来这一组啊？你干嘛不喝？我想把幼语老师找回来。啊？我想把幼语老师找回来当企鹅里的教练。可是我们已经有川哥啦。可是你觉得阿川老师有办法带领现在企鹅里的参加比赛吗？他经验是不足，而且技巧也很烂，但是他有一颗无敌热情的心，我想这样应该就够了吧。你又不是第一次练啦啦队，你应该知道练啦啦队光靠热情是不够的吧？我承认把冻豆腐找回来对大家都好，可是这应该是川哥自己的决定吧。如果你自己私底下去找冻豆腐，这样未免也太不尊重川哥了吧？我是为了大家好我觉得不能够用为了大家好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跟小雅一样啊，她也是为了大家好啊。我跟小雅不一样。算了，跟你讨论东西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先走。一半，我们真的能够顺利参加全国大赛吗？今天我问我自己，明天在哪里？失去方向，停在原地。喂，小雅，我是阿川老师。你已经好，OK。看了哈。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来学校上课了，有什么事情可以找老师商量，不要自己躲起来不接电话，老师不会责怪你。如果你听到留言的话，赶快回来上课，或者打个电话给老师。好，再见。我又打开电视机，转着遥控器，每一天重复的刺激，而我早已麻痹，看着他们的眼睛，
看看我自己，发现是一样的委屈。终于明白，这世上生活不容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星星，在每个角落绽放光明。而我们难免有恐惧，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你应该和大家一起去暖身，马上就要开始练习了。其实也无风雨也无晴。哎，麦子，帮我拿一下大旗。你的脚是不是又痛了？没有啊，没事啊。谢了。你这是在干嘛？为什么不好好爱惜自己啊？我的脚就没事啊。怎么了？阿川老师，可不可以先让麦子去医院看他的脚？我的脚就没事没。你骗人！我自己的脚我自己知道嘛，我自己会照顾啊。而且比赛就要到了，我不用练习吗？不用练习我怎么比赛啊？我哪那么多时间去看医生的？后悔了，妈给！你在干什么啊？啊？你是担心自己有一次没有看到他练习的话，你的进度会落后，是不是？来，大家注意，今天练习取消，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哎，你有没啊？你需要干嘛给？你现在可以安心的去看医生了吗？啊？我们大家可以一直休息啊，直到你愿意配合去看医生为止。这样你满意了吗？注意重。来，慢点。老给一啊。慢点。可是，我们还要继续练习吗？先让大家休息。不关你的事，你只是在关心麦子。先回去休息吧。跑步啊？啊？真久没看到你跑步哎，原来兴致高，还心情不好。唉，对王建民、卢彦勋都压给林书豪。每次只要有台湾体育选手在国际上出了名，就变成台湾之光。但这些选手是因为台湾本身培育出来的吗？我们根本就没有体育政策可言，只会跟着新闻热潮哗众取宠，哪里痛就医哪里，什么都爱炒短线。连摆明的教育和计划也是这样子，就只会投机取巧。这种思维环境，让我们孩子和体育选手
哪有未来？尽宽尽欠。你看，在台湾做运通高练，真辛苦哦。加油啦！你根本你迄兴致高，还迄心情不好。既然某六要个新闻，我来做企鹅里的，难得哦。哪一堂哑巴尊重你的意见？文公，你怎么没叫伊老师转啦啦队啊？都要他还不了解音乐会协商啊。他如果听不下去的东西，他就根本你鸟的，安怎？根本伊阿川老师老练是气死我诶！啊，这群啦啦队总控很多哦。哦，那是好严重呀，发炎的咩？哎呦，听我意思啊，中学啊，就过来俩做福建哈，每日咯。啊，不过我中学练啦啦队呢。啊？唔係啦，我講我喺吹總啊，我喺康定睇下練啦啦隊啦。我啲我叫你下呢，愛多休息。今日哈是咩多休息就好了。我冇来做福建啊，既所有心理准备開刀。那有按嚴重啦，今日做啲高一餐嘅，真會福建冇。身體係硬嘅，唔係硬嘅啊，唔是按多講。所以不卡天天的咩，可能多帶物嘅真係對人最重要嘅，怎樣？你講的冇唔錯，也許不愛做我哈口累了。三當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個，兩隻猥瑣，輕盈成一隻細細嘅希望。小雅，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去学校上课？还有你那天为什么要躲着我？逃避根本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啊！你不知道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陪着你。只要你肯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好吗？学校搞屁呀！整学都不用通知一下，说关就关。现在怎么办啊？这样怎么练习啊？哦比赛嘞！比赛要到嘞，烂学校。现在怎么办啊？请问叔叔，我们是啦队的学生，我们每天早上都有练习，可是今天体育馆怎么会？学校早就发通知给所有老师啊，说体育馆要关闭整修。你们教练都没有告诉你们大家吗？没有啊，没有哎，根本就没有。啊，不都只有通知老师，没有通知学生的。要好好的帮维修啊，这样我们怎么练习？比赛要到了，现在怎么办？对不起，
封馆的通知单应该是被老师搞丢了，所以没有通知到大家，不好意思。这么重要的东西也可以搞丢，太夸张了吧？对啊，都快要比赛嘞，现在要我们去哪练习啊？现在不是责备阿川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重点是应该要先找到新的场地。操场呢？我们可以把运动防护垫搬过去啊。操场平常都是田径队在练习，再说他们要参加区赛了，怎么可能借我们啊？而且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练习场地，就算别人愿意，我们也不一定适合。不然，我们跟别的学校借借看。可是谁会把场地借给竞争对手？不然怎么办嘛？没关系啊，不然我们去学校外面找，应该会有很多场地。我赞成，我们用分组进行，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找到新的场地了。好，就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按照平常练习时的组别进行分组。那阿川老师你就加入小爱这一组，好。那我就加入阿俊这一组。之后我们会列出新的场地表，然后我们就各自进行，可以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我跟你换组。好啊。小雅不是说今天会来跟大家道歉，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啊？喂妈，我小雅啦，我问你哦，之前那个巴叔公不是有开什么工厂吗？我知道他后来收掉了啦，可以不可以传那个工厂地址给我？好，快点传哦。做唔得咯，啱到年做些危險，做唔得都。我们会小心为准。你講嘢按到啊，做些啊危險。做唔得，做唔得，做得我唔知啊。唔知唔啦，按到年做些。你同我足疗兵枪來啊，來場地度假的。我看是算了啦。对啊，换场地好了。我贊成。唔好意思你啦，可能你話香港嘅事唔係顧下講啊，足療兵唔會槍。算了算了。阿爸，歹勢，請問一下，你喺打掃工具喺哪啊？真的要幫忙打掃住所。只要場地可以練習，叫我做什麼都沒問題啊。哥，繼續來啊！唔可以睡好痛啦，一定要梳化，睡嗰陣時睡龍頭斜片。阿爸，公包算包，你兵收好誒，聽說只冇捱掉誒，唔是錢嚟哦。不過我算法啦，唔可以騙人家掉啦，哦。阿爸，按姿勢哦。OK 嗎？那我們去打掃了。我參加啦啦隊不是為了要幫人家打掃宿舍，我要回家了。對不起，我也沒有辦法，這實在太髒了。Kia， 你會扭的呀？沒有。我留下來了。好啦，我講嘅啦，今日邊邊嘅，按兩張送去我練習吧。兩練習都吹邊手，真衰。好啦，冇法度啊，冇一定有其他嘅人比人還要強嘅。切，今天哦，請我摸地跟那兩句好。好了，加油！你都在講什麼隊啊？那个競技啦啦隊啦。是不是競技啦啦隊哦？
竞技啦啦队，就是美国电影演的那一种啊，把人抛来抛去，然后一直翻那一种啊。我知影，迄电影我捌看过啊。阮后生哦，伊嘛住伫美国咧，伫华什么顿啊？华盛顿啊？啊，对啦，华盛顿啦。啊，阮后生啦，阮新妇哦，拢住伫遐，啊，个哦，一个查甫孙，个一个查某孙拢住伫遐。安尼阿伯，安尼恁后生应该真够啦吼。哪有啦？啊，博士读书的时阵啊，美国人要请，啊，就留遐做。阿北，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场地吗？等一下再聊啊。我跟你讲吼，我来提哦，阮后生用规家伙相片恁看。哦，迄伫美国迄厝真大间呢，外口哦，佫一条足宽呢，啊，你小趁者吼。没关系啊，不用啊。是阿妹，别麻烦啦。别麻烦啦，我等下出来啊，啊，你家己泡，哈，家己泡茶啊，我出来哈。到底还要多久才可以看场地啊？一直聊。算了啦，老人家哦，可能很少人这样跟他聊天。可是我们是来找场地的，又不是来陪老人聊天的。对啊。来，你看嘛，哦，哎，你看，好，这阮后生啦，古伦少年时阵，嘿，稳到啊，真到咧，哎呦，啊，这，阮进步啦，哦，水哦，别离婚啊，不一样啦。明明就是阿川老师自己把通知单弄丢，应该是他要负责找场地给我们练习啊。为什么要我们牺牲假日出来帮忙啊？竟然还要扫猪舍我在家里可是连房间都没有整理过。我觉得这样漫无目的的乱找，根本就是浪费大家时间嘛。对啊，一点效率都没有。早知道就不来了啦。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啊？有好像是大便的味道。是不是你踩到大便啊？不会吧？真的就是你啦！你踩到猪大便了，好臭哦！这双鞋是我上礼拜才买的讨厌死了！阿爸，阿你做咩嘛？做在哪？以后。阿爸，跟你做的，等下就去看重机了哦。好，呀，东西不用了，我带你看。什么？对。阿爸，你还像你讲的动态的仓库哦？哎呀，地板不用动了，吃掉了，你知道吗？我拉太紧了。阿爸，你的竞技啦啦队迄嘛个无？哎呦，听人讲，我妈变来变去。用啊？嘿啦，俩唔拉狗，冇办法练啦。啊，你行我家冇？歹势啦，阿爸，我挨着个情况哪好咧？好啦，凊彩啦。歹势。安姿势啊？歹势。我们刚刚应该先看场地的。哎呀，没关系啦，就当做帮阿北一个忙啊。反正我们来打扫猪圈，这也是难得的经验嘛，乐观一点啊。你是笨还是蠢？你是干嘛人身攻击啊你？我就是不喜欢浪费时间啊。从现在开始，场地你自己找，不玩了。你们之前大家团结都是屁啦，真的遇到困难在那边自私自利的，怎样？这是要讲比赛啦？就不要比啊！思雨，不要这样啦。好啦，太阳你巧的，时阵你去困啊，天光能笑。Yeah， 你讲的冇唔错，也许不爱做我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跟人生一扎细细嘅希望。你落电动的迄幕，安尼要叫人在讲事情。帮妹是无可能，唔通会讲啦。也袂听人讲啦，还不叫人在无可能唔是拿钱的啦。不好意思啊，我们是光复中学竞技啦啦队的学生，还讲嘢嘛该？恋爱不啦，哪个吹？阿走。
你们这样会啊？哟，你们这样会啊？阿爸，拜托啦！你这样，好啦好啦，你这样会啊？好啦，这样会啊？我没歹势啦。你们这样会啊？好累哦。对啊，休息时间都不够了，还要出来找场地，这不应该是教练的工作吗？对啊，当初成立拉队也是麦子，就应该让他自己找啊。我们是在帮他，为什么要帮我们拖下水啊？奇怪。够了没啊？什么谁够了没？我们是啦啦队，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所以你在说我没有在帮忙喽？要帮忙就甘愿一点啊，不要边做边嫌啊。干，你又再说一遍。哎，不要吵了啦。找场地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而且麦子脚受伤，我们帮忙他也是应该的吧？车叔之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想帮忙就回家啊。我们可以自己去找场地啊，不要那么怪东怪西的啊。搞得我不爽啊！他妈的，我也不爽啊！怎样？打架！吵了。我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的情况。有什么好报告的？不就全军覆没，没有一组找到场地。我昨天回去的时候，有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关于适合的场地。那我已经把它列印下来了，等一下会分发给各组。那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也许这样效率会比较好一点。我想在大家出去找场地之前，提出一个临时动议。你说。我提议罢免阿川老师，让他为这件事情负责。罢免他你们负责啦。每次官员出事的时候，不都下台负责吗？阿川老师也比照办理啊。你是白痴吗？状况都不一样。蓝龙，你跟麦子最没有资格说话，谁帮你们在偏袒阿川老师啊？你在乱讲你屁！阿川老师，第三。这个发给大家的。好。我明白，可能有一些队员
觉得我应该要辞职，以示负责。不过，对不起，我绝对不会辞职。以前的我可能会像宣如所说的，辞职表示负责。但是现在我认为，我应该要留下来，把问题解决，陪大家一起完成梦想，这才是真正负责的态度。当然，这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主的时代，所以在各位当中，一定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各位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教练的话，那罢免案还是可以继续进行。愿意让阿川老师继续当教练的，用掌声来支持。谢谢你们，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谢谢。你还在生我气哦？你不该跟团员打架的，你们知道这违反社团规定。我们没有打架，我们只是吵起来而已。要不是我，你们不就早打起来了？所以你要为了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来惩罚我？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而且我只是一时气不过。也许你该改改你的个性吧，不要每次这样意气用事，这样真的很幼稚。你不是跟我们同一组的吗？走这边，走啊！糖糖，你有黑？没了。啊，麦子，你甲哈做都同好诶。没啦。很对你啊，做嘛来哦？落雨啊！哦。快点，走喽！我今天没骑车，可不可以载我？可以啊。好啊。怎么了？这好像是小雅的脚踏车哎。小雅。没错，这正是他的脚踏车。那他都来学校了，刚好不到社办跟大家一起开会啊。哼，没脸见人了啦。我们一起去找小雅好不好？为什么？我有点担心嘛。好啊，你去里面找一下好了，好不好？走吧，行啦。走啊。小雅车在学校，他人应该也在啊，怎么没看到他？我觉得他是故意堵我们的。没关系啊，我们去找看看好了。好啊，去那边啊。哦，我靠！谁乱丢东西呀？你小好吗？小雅，小雅，林小雅，你在干嘛啦？有什么事慢慢讲啦，用讲的嘛。小雅，林小雅，你干嘛啦？其实哦，抄袭事件发生了后，我就在想，可能眼睛无买适合哦，做太太教练。
你用会讲？因为假使讲内幕问题甲安泰压力，小野其实要做安尼事情落来啊。还有啦，以后件事情发生了后，七搞应该要好好处理，米方暂袂咩都按用。算了啦，果然是果然，无想要讲的。不过，大家听出来记得，无论你的本意迄好啊，那唔好，事团唔做做唔做，无可能改变啦。故说，请大家记得，必须做啲模样，善良的本性做唔得输体，做安尼啦。马上就要比赛了，可是我们都还没想到最后的 ending。如果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契儿里的，那就不用浪费时间比赛了。一爸，你等下去跟大雄好好去找我哥。谢子毅，你跟我出来一下。你很小心你，你用多偏爱的。哎，叫正经无问题。我本来一百起飞，本来总系世界上会做嘅事情，好无 ？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夜景爱追去睇的，另一界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砸掉，say hello， 电影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any 容量变全部tango， 爱 movie say 爱 movie， 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条，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To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系俩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你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活。办了一个 word， 想象力的，看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系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谁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系爱需表白贴嘞，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条，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好系俩hardcore。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活。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有没喊忙 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差不多嘞啦。大家好，我是东东，后生人唔讲贪言细致，全部穷用。只要你有梦想，三忙一做，三忙一变，嘿，亲后面呢。一天会唱人家扑克地 boy，jump，cheerleader 样的，一天会得到你七家相爱的，会得到成功，亲后面的成功。